John，咁就多謝你接受今次嘅訪問啦。咁就我都知道你喺第三者物流呢個行業上面啦，其實都扮演一個好重要嘅角色，同埋都係好有經驗嘅。咁你可唔可以分享下你喺第三者物流呢個行業上面，究竟主要嘅工作範疇同埋嗰個角色係啲乜嘢嚟呢？好啊，多謝 Joseph 今日嘅訪問啦。咁我而家就喺一間中東嘅物流同埋快遞公司嗰度做嘅，主要就係去監管啦，同埋去營運一個我哋嘅一個樞紐，咁就負責一個華南同香港嘅貨物嘅出口啦、入口同埋轉口啦。咁我哋個貨量大概一日係1萬件到啦。咁去到一啲旺季時候啦，譬如可能雙11啦，咁個貨量就可能會有幾倍咁嘅上升啦。我咁呢個就係我即係日常嘅一個工作範圍，主要都會睇一啲可能成本方面嘅管控啊，同埋啲時效嘅一啲管理啦，其實對貨物嘅時效啦。咁你點解喺處理貨物咁繁重？頭先成1萬件喎，咁繁重啦。咁點解你咁有熱誠去加入呢個物流行業呢？其實咧都同我即係大學本科都有關係嘅，因為我大學本科即係都係冇講幾耐之前啦嚇，咁我都係讀一個全球供應鏈管理啦，喺香港理工大學嘅。咁之後就學到好多即係關於供應鏈啊、物流啊、航運嘅一啲知識啦，咁亦都對呢個行業好有興趣啦。咁所以我第一份工就加入咗一間即係跨國嘅貨運航空公司去做一個即係操作嘅一個崗位啦。咁慢慢就亦都對空運啊同埋呢個電商物流即係個經驗都豐富咗啦，亦都喺唔同公司唔同崗位度做過。咁就即係亦都好似我而家咁樣啦，比較經驗多咗，我哋都對呢個行業嗰個信心都好多，因為你都見到行業嗰個演變啦，由以前可能傳統嘅物流啦，去到第三者嘅物流啦，去到最近嘅電商物流，甚至係一啲智慧同綠色嘅物流啦。咁其實都係好多唔同嘅崗位啦，可以俾一啲即係學生啦、畢業生啦，或者其他從業員去選擇嘅。頭先你提到話智慧型啊、綠色嘅供應鏈啦，咁牽涉到你日常工作上面有冇面對住一啲嘅挑戰同埋困難去處理呢啲咁高增值嘅物流服務呢？因為我哋對個時效係好高要求，即係啲貨一嚟到我哋嗰個樞紐呢個倉庫嘅時候，我哋要好快將佢處理同埋要送出運走啦。咁所以即係呢個我哋叫 Smart Logistics 智慧物流就可以幫到我哋去。比如就可以全程監控啦，同埋減少人手嘅一啲處理啦。尤其是可能對一啲即係我哋貨物嘅追蹤啊等等，呢個都係好緊要嘅。咁呢個綠色物流，因為其實我哋行業都係有啲污染物啊，或者我哋其實好多改善嘅空間，所以我哋其實譬如我哋公司啦，都有用一啲所謂電動車 OK 做一啲派送啦。或者喺我哋倉庫管理嘅時候，亦都會有啲能源管理嘅措施啦，同埋一啲我哋叫做回收一啲廢棄物嘅。咁所以呢啲都係我哋一個即係要做緊嘅嘢咯。咁亦都係一啲客戶好多時都係有要求，即係對於我哋公司或者我哋喺唔同嘅環節點樣可以做到呢個減碳啦，或者係呢個所謂綠色嘅一啲管理。咁我相信即係呢個都係一個大勢所趨啦嚇。頭先你提到一啲叫做唔同嘅智慧物流啦、綠色供應鏈啦，同埋要追蹤呢貨，咁牽涉到有啲乜嘢高端嘅科技嘅技術，或者一啲嘅軟件上面係需要運用喺物流方面呢？其實即係我哋公司都有用一啲唔同嘅軟件，譬如啲倉庫嘅監控管理啦，可以追蹤到一件貨物嘅流程啦，由我收貨去到派貨啦。咁另一方面就係譬如話，以前可能你去離開咗個倉庫嘅時候，或者係喺個海中心，其實你揾唔到件貨唔知係邊㗎嘛。咁而家都有好多系統、好多科技令到你知道，就算離開咗個倉庫或者離開咗個碼頭你都知道嗰件貨仲喺邊一度嘅。咁呢個對於一啲即係一啲我哋嘅客人啦尤其是對呢個追蹤比較敏感啲嘅，咁佢都好緊張緊去到邊度。咁另一方面，我哋都見到，譬如話喺我哋倉庫管理有啲所謂嘅有啲 conveyor 啦、啲分揀機啊，或者甚至乎機械人啊 robotics 啦，都可以幫到我哋做一啲即係貨物嘅處理啊、上架落架啊、倉存管理啊咁。咁呢個都係，尤其是你知道香港即係人工又貴啦，土地成本又高啦。咁所以點樣善用即係人力同埋善用呢個空間咧，都係好緊要咯。對於呢個行業嚟講，咁其實你頭先講到物流啦，咁高端科技啦，咁有智慧喎。咁其實點解外界人對呢個物流上面有一般嘅誤解咧？你覺得係？即係有可能講翻20年前嗰句，即係細個唔讀書，大個做運輸啊，係咪？或者係即係少壯不努力啊，大個做苦力啊。咁其實就呢個都可能幾十年前都可以應用到或者啱嘅，但係即係頭先我所講啦，其實而家都係興，或者我哋而家係要運用一啲科技上所以我哋叫做智慧物流啦，或者綠色方面點樣可以
減排啊、環保啊，係嘛？甚至乎而家電商都興起啦，係嘛？咁所以呢方面對一個物流其實嚟講唔係話淨係搬台啊，或者係將啲貨由 A 點搬去 B 點咁簡單咯，而係需要用好多唔同嘅即係硬件或者係軟件，甚至乎可能用一啲大數據啊、AI 啊呢啲咁嘅科技去幫我哋去減低成本同埋增加效率咯。因為我呢個行業其實最緊要係個成本控制啦，同埋嗰個我哋嗰個服務嗰個水平要可以穩定，而去到一個高水平咯。咁呢方面我諗即係香港啦，或者係即係世界而家都係去做緊呢樣，朝住呢個方向去發展啦。其實而家物流啦都講緊一個四大經濟支柱之一啦，同埋一啲高增值嘅行業。咁作為一個中學生或者大專生嘅話，究竟應該點樣去裝備自己去進入一個行業度呢？我諗首先都可能要對一啲即係時事啊，或者係最近發生嘅一啲興趣啦。譬如今日又講到一啲跨境嘅食物嘅安全嘅問題啦，係咪？或者之前可能話你去網購完之後，原來去到自提點啊，去爆倉係咪？其實呢啲就係一啲息息相關，即係會牽涉到物流啦，或者跨境電商嘅一啲即係議題咯。咁如果你話對呢啲題目留意嘅，咁亦都可能會有機會去參加啲即係由政府或者學會舉辦嘅活動嘅。即係譬如可能係香港運輸物流學會啊，或者由可能運輸物流局去舉辦啲活動嘅，咁令到你自己可以即係增加到啲認識啦，甚至乎可能透過一啲social media 嘅或者係睇電視嘅，OK，咁亦都有啲相關嘅節目啊，可以令到你對呢個行業，因為其實呢個行業都可以話大，好大嘅。譬如你話有航空啦，航空有客運啦、貨運啦，係咪？亦都有海運啦，亦都有呢個鐵路啊，或者係陸路運輸啊，甚至乎倉庫管理嘅，咁所以。亦都可能大家都睇睇啦，或者睇下有冇機會可以去啲公司做實習啊，係咪？或者了解多啲唔同公司所發展嘅情況，咁可能就會揾到你自己個興趣同埋嗰個即係想入嗰個行業咯嚇。其實你頭先提到好好就係運輸物流學會咧，其實好多同學仔都缺乏呢一個嘅知識啦，或者了解啦，其實都係頭先你提到一個訪問係非常之好。咁我頭先有見到你講到運輸物流學會啦、運輸物流局，佢哋其實舉辦好多唔同嘅活動咁樣啦。你可唔可以講下究竟而家佢哋所舉辦嘅活動，或者你所見所聞，究竟物流點樣可以達到一個可持續發展呢？其實係。咁我都留意到啦，譬如運輸物流局佢都會派人啦，一啲業內嘅一啲資深人士會去啲學校度有啲講座啦，咁主要都係提升一啲學生啦、同學嘅一啲即係對呢個行業嘅認知啦，或者去消除佢哋一啲錯誤嘅理解啦嚇，呢個第一點啦。第二點其實我都見到政府都會有啲即係活動嘅同學一啲學會有啲協會去舉辦啦嚇，亦都係透過啲可能啲比賽啊、一啲作文比賽或者一啲我哋叫 case study 嘅方式。去令到學生即係透過可能揾到啲資料嘅了解多啲行業，令到佢哋即係對呢個行業有興趣。咁呢個我哋都見到啦。另一方面有啲學會頭先講，譬如香港運輸物流學會都會定期搞啲活動嘅，譬如啲 mixer，可能有啲即係我哋叫 social gathering 啊，OK，即係一齊去飲啲嘢啊，或者係 chat 啊，咁亦都可以令到啲同學可能佢未必有認識嘅，但係透過一啲呢啲活動咧，去從唔同嘅一啲業界人士身上亦都會了解得更加多啦。咁我諗呢方面都好緊要，譬如學會啦，我都有定期每一年都去搞一啲即係作文比賽啊，或者一啲叫做大專生嘅一啲即係叫做 case study 嘅比賽。咁呢方面其實都即係我都見到搞咗好多年啦，亦都見到都培養好多唔同嘅一啲人才啊，亦都俾咗啲機會啲同學可以即係有機會了解得行業多啲咯。因為好簡單，個比賽10年前或者去到舊年嘅題目已經可能好唔同啦。係咪10年前可能好簡單或者好傳統嘅，咁而家可能已經又要講埋低空經濟啊，或者係講綠色啊、智慧物流咯。咁所以即係我哋呢個行業都係一啲不斷咁與時並進咯。你講得好好，其實我見到好多而家學會啦，政府都想搞一啲可持續發展嘅比賽同埋活動都非常之好啦。咁其實咧，我都知道咧，其實你對物流都充滿咗熱誠啦。你可唔可以喺一個發展物流嗰個行業嘅機遇上面，究竟點樣鼓勵年青嘅一代能夠可以加入呢一個物流行業咧？咁我諗第一樣嘢，大家要多啲了解先啦，因為好多同學可能都未必對呢個行業好了解。同埋頭先講過，其實呢個行業都好多唔同嘅範疇嘅，
即係有空運、海運，有其他即係倉庫或者係供應鏈管理係嘛？咁所以可能大家都不妨透過唔同嘅一啲媒體啦，或者書籍啊，或者一啲訪問啦，去了解多啲，大家對呢個邊一個行業或者範疇有興趣，咁就再從而去再鑽研多啲，或者係同一啲行業嘅一啲即係我叫業內人士啦，或者係專業人士可以再了解多啲。咁我諗亦都係可以對同學去了解呢個行業，即係會有更大嘅幫助咯。好，咁就多謝阿 John 啦，今日嘅精彩嘅訪問啦。其實阿 John 講咗一個好重要嘅概念啦，就係話點樣去做一啲物流點樣高增值嘅服務啦，可持續發展，包括係低空經濟同埋一啲綠色嘅運輸啦，係我哋物流方面發展嘅行業上面嘅願景啦。咁就希望大家去年輕嘅一代啦，能夠可以考慮下呢個物流其實係一個有將來嘅發展嘅行業，同埋係值得進修一個嘅課程，咁就多謝大家。